主席同志，你什么人？陈老师，你干什么？主席同志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让组织明白，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。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我是区文化宫的。这是我的工作证。你刚才说你是？哦，我是说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。小苏啊，你刚才是怎么说的？哦，你听我说，我以前是摄影记者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去重庆的华联剧社工作，那是一个我党领导的抗日团体。在途中呢，我们的船被日本人炸毁了，我呢却活了下来。这一切，他不是很清楚。她的确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小苏啊，你刚说你父亲是一个资本家，你是个私生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那是那天他问他妈妈我身份的时候，我跟他妈妈正好吵了架，那是他妈说的气话。你以前不知道有这个父亲？是这样的，我当时啊伤得很重，我怕吓着他妈妈，我就一直待在乡下。后来，我调回文化宫的时候，文化宫调查过我，那里有我的档案。你说的太离奇了，小苏啊，这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写作老师。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，是经过他修改才投到报社的。我说呢，我终于找到你文章变样的原因了。陈老师，请坐。哦，不客气。主席同志，还有就是，我的档案上没有我女儿的记录。你也知道，她出生的时候，日本人呢刚打进来不久，当时时局啊特别的乱。你姓陈？对，陈乔。你女儿姓苏，不跟你姓？对。她跟她妈妈姓，她妈姓苏。当时在门口听见你跟工会主席说你的父亲是资本家，我就闯了进去。千万不能说你的父亲是资本家，不然你的前程就全完了。你不是我父亲。你这样说，就是为了我的前途。你到底是谁？你问过我，认不认识一个叫冲的记者？我查过资料，聪有可能就是我的父亲。我是聪，我跟你妈很熟。你见过我父亲吗？见过。你妈说的没错，他是个资本家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你妈妈呢，是旧社会的牺牲品。她是个同情革命的人。她当时决定和我一起去重庆抗日的。我们都到了码头。怎么了？是忘了什么东西吗？我的女儿，聪，我不能跟你走了。
为什么呀？我离不开琛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由于你太小了，他放心不下你，所以他没有上船。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是在撒谎，是欺骗组织的行为。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？当时我为了你，我没有想那么多。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的初恋，她跟我好的时候，中学还没有毕业。她的虚荣心太强了，她太迷恋那个虚幻缥缈的花花世界，她陷入了一个电影明星的噩梦，就是因为这个噩梦，把她给毁了。那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父亲他很帅，风流倜傥，他是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。你妈没经得起他的诱惑。小芝，你要知道，你不能说出你的身份，不然你的前程全完了。你要争取入党，这样你才会有前途。我也知道当时做的有些鲁莽，但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我就想叫上你和你妈妈好好商量商量。你别说了，别跟着我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他今天不可能回来了，怎么了？进去再说吧。小芝，小芝，小芝，哎，我叫你没听见啊？今天我看见陈老师来厂子里了，你怎么了？啊？这些都是为小芝做的。砂锅是在黑市买的，以前那个让他砸了。他不回来也好，咱们吃。我是真怕他出事儿啊。他不会有事儿的。小芝这个孩子胆子大，主意多。一楼那个照相馆本来公家是要收的，他们找过我好几次，我都没答应。后来他们去找了小芝，小芝连招呼也没给我打，就在上面签字了，把照相馆给了公家。他主意大得很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越说越像你。我没有他命好，他找了一个好男人，很懂事儿。就算小芝跟我生气，他就会瞒着小芝偷偷的跑回来看我。自从小芝搬出去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哦不，回来过一次，差点把这个家都给砸了。
上屋里喊一下你嫂子，叫她出来吃点东西。你都叫不动你媳妇儿，你让我去，真是的，亏你小子。你瞪他干什么？你都叫不动，让燕子，她怎么叫得动啊？妈，就是因为我没叫动啊，我想让燕子过去缓解一下。缓解什么？你哥叫你去你就去，哪儿那么多话呀？嫂子，吃饭啦！你看他不饿吧？不吃，快吃，来吃吧。竟是我女儿了，说说你吧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那行，那就说我。这么多年过得平平淡淡的，母亲被那个理发店的老王骗了，死得早。我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。解放后，居委会办了一个被服厂，3天打鱼2天晒网的。有人要货就去上班，没人要就不用去了。就这些。说说你吧。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。不愿说是吗？那我问了。你老伴儿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还没结婚呢。这么多年，没找个伴儿吗？没有。不说这些了。你为什么不愿说自己呢？我可能快要结婚了。对象是进城以后谈的吗？对象是我舅的孩子他妈，她离过1次婚，结过2次婚，她男人都死了。那女人挺不错的，跟他结婚的男人都死了，命够硬的。那都是封建迷信吧？是，的确是迷信。小苏，厂长，听左主席说你父亲到厂里来了，而且据说他过去就是记者，难怪你的文章这么快就见报，原来是有遗传因素啊！恭喜你找到父亲。现在看来啊，把你调到工会工作是正确的，以后啊，积极努力啊！厂长，啊，老田你回来了。这个季度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，当然，完成生产任务不是检验我们革命斗志的标准。我们要让全体职工都跟上现在这个革命的大好形势，而且要让广大的职工明白一个道理：一小撮人和目前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唱对台戏，那是没有好结果的。厂长，我的部分讲完了，就这些了，大家散会吧。
跟我过不去，想把我赶走，哼！哎呀，真不要脸啊！苏芝，是不是你啊？啊？组长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给我装的这么无辜的，你现在已经成功的把我挤掉了，我现在就给你马上让位了。我没有。我还告诉你啊，这个左主席是什么人？他作风有问题。他一共2老婆，原配在乡下呢，他进了城以后娶了另外一个老婆。他这些证据全在我手里攥着呢。我告诉你，组织上一旦查下来，别说是我检举的，有你好下场。小唐，听说你被下放到苏州了。走，带出去，出去。郑水，有什么事儿吗，冯科长？啊，郑水，借一步说话吧。哦，好。不可能吧，这事儿？来调查的是立新修船厂，我也说这不可能，可他们说没错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，王科长？这事儿呢，你先捂一捂，我会把这事儿了解清楚的。好，我主要再给您图个信儿，怕您蒙在鼓里吃亏。谢谢你啊，黄科长。老陈，铁蛋呢？我没让他来。啊，你先别做饭了，进屋吧，有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，接下来我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这么严肃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在立新修船厂上班？人家修船厂的人已经派人到那儿了解情况了，说你当着那个女孩还有工会主席的面，承认了你是这个女孩的父亲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话呀，有没有这么回事儿？你别不说话呀，啊？有没有这么回事儿？我跟你说老实话吧，你当时是为了保护这个女孩，我才说我是她父亲。保护那个女孩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啊？非得你说是他的父亲，你才能保护他？这件事情，那得要从20年前说起了。快点吃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走走。干嘛妈，我去们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玩儿去呗，还能干什么呀？我下去去了。嗯。
吃点。我吃不了那么多嘛。吃。哎，他要是把身份说出去，那他这辈子可就完了。是啊，所以我才当面承认是他的父亲。我就想保护这孩子。老陈，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做法叫什么？你这是欺骗党组织。你知不知道，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？啊？这事儿吧，我没告诉外人。你真是太幼稚了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？你是说我做的不对？且不说你这事儿对还是错，你告诉我就是个错误。我没把你当成外人。这要是组织上调查下来，问到我，我怎么说？我要是说出真相，那你这辈子可就完了。可是我要是不说，那后果是什么？你想过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我得好好想想。先回去了。芝啊，我先去排队接水，别忘啊，把燕子衣服拿出来。啊，好。妈妈也洗衣服呢。啊，我儿媳妇在家能搭把手。这是你外婆留下的，你选几样吧，以备急用。哎，妈，我回来了啊！回来了。去趟水干找趟小芝啊。哎呦，他媳妇你去干嘛呀？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？整天围着老婆转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李阿姨的女儿啊，抱着个孩子回来了。她结婚比你还晚，孩子都快满月了。你们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我哪知道啊？郑妈带得动，抓紧啊！哦。小芝有没有问题啊？妈今天可有说要孩子的事啊？他怎么提起这个了？出门的时候，看着你家隔壁李阿姨都抱孙子了，心里着急呗。
而且他说李阿姨的女儿结婚比我们晚半年，现在人家都有孩子了，还说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？他怎么不说你有问题啊？你真当真了？他就这么一说。但是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要孩子的事？反正这条件，要了孩子怎么养啊？人家都能养啊，人家能养，怎么咱们就不能养啊？地方太小了。来，你可以跟单位申请房子呀。跟单位申请了，那多少老职工都没房住呢。那你可以先排队嘛。虽然咱们是双职工，但也得等有了孩子再申请。不知道咱俩谁有问题呢？等一会儿别着急啊。哎，陆大姐，结果怎么样？得给医生看了才知道。哎，老吴，朱大夫啊，哎，这有牙亲戚，照顾一下，看一下啊。你放心吧啊。大姐，哎，那我有事先去忙了，你让朱大夫看一下。好嘞，麻烦您了，陆大姐。没事没事。哎，邹杰，哎，检查结果显示你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我呢？你有点问题，报告单上显示啊，你的左侧输卵管堵塞。什么？大夫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说怀不了孕了吗？倒也不是说不能怀孕，因为她的右侧输卵管啊是通畅的，只是她的怀孕几率呢会比正常人要低那么一些。那大夫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这样吧，你们行房呢尽量选择在月经来潮前10天左右进行，这样怀孕的几率啊会高很多。这，陆大姐说了。说了。那他怎么说啊？我跟陆大姐也不是很熟的，我就跟她实话实说了。我说，如果要是我妈问起来我们的事情的话，希望你能够客观的讲，别一上来就说我们怀不了孕。本来医生也说了，不是怀不了孕，就是比较难怀孕。只要时间把握好了的话，还是很有希望的，对吧？那他还说什么了？人家也都是明白人的，人家讲了，只要医生说有希望就好办。他也答应我了，不会同我妈乱讲的。他还说让咱们好好加油。回来了啊！啊，回来了。啊。小杰，哎，你出来一下。哦。怎么了？去医院见陆大姐了，她怎么说？陆大姐说都好着呢，说我们都正常。正常？为什么没怀上啊？大夫说要讲究时间。时间？什么时间啊？哎呦妈，您问这么细，我怎么能跟您讲呢？反正就是说都没问题。没问题就好。啊。抓紧啊，妈盼着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停！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先看清楚药，然后再焊。你这哈来哈去有什么用啊？师傅，一天带其他徒弟也这么大嗓门吗？其他徒弟就没有这么粗心的。其他徒弟，你都把人娶回家了，当然看到都是优点了。这教授说又给我带回来好几个没见过连标哎。说你啊，也不知道你成天弄那些纸盒干什么，能当吃还是当喝啊？
小心哪天我给你都扔了。你敢？哎妈，这几天了也没见老陈过来，你俩是不是闹别扭了？少问。礼拜天也没见他来，我不让他来的。为什么呀？没为什么。我发现呀，老陈的历史背景有点复杂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哪那么多怎么了呀？别玩了，赶紧洗洗睡去吧，明儿也上课呢。动啊！快快快快快！还得上课呢。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做法叫什么？你这是欺骗党组织。你知不知道，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？我可能快要结婚了。对象是进城以后谈的。对象是我救的孩子他妈。那天妈碰见陆大姐了。妈说什么了？她也没什么反应，看来陆大姐没说什么对咱们不利的话。这陆大姐为人还真不错。干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忙着呢。哎，不行，怎么样不行啊？不行，你忘大夫说什么了？立夏来的前10天，都说你不行。谁不行啊？我什么时候不行？行了行了，你行，但我们现在要听大夫的。跟你说话呢。你说，你妹妹平常她们进咱们屋吗？为什么我妈给我那银手镯会压在他们枕头下面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前天洗衣服，然后去隔层拿他们换下来的衣服，我看见我出嫁的时候，我妈妈给我那银手镯压在他们枕头下面。那你平时会乱放东西吗？不会呀，我都放在箱子里，嫁过来之后一次也没有拿出来过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现在还在哪儿呢？你急什么呀？我没马上跟你说，就是怕你着急。那镯子我没拿，还压在他们枕头下面。等有空找机会，你跟他们好好谈一次。乱动别人东西是不对的。还能有什么空啊？你傻呀？万一镯子被他们弄丢了怎么办啊？你确定就在他们枕头底下吗？是呀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起来，你们俩起来，别睡了，起来。
杰，邹杰，你干什么呢？邹杰，哥，你找什么？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嫂子的银手镯呢？邹杰，你们找什么呢？前天还在你们枕头底下，去哪儿了？邹杰，你回头再说吧。小杰，深更半夜的找什么呀？妈，燕子他们俩把小芝他妈给他的银手镯给偷走了。哥，我们没拿。你看见燕子他们拿了吗？前天小芝洗衣服的时候，就在他们枕头底下发现的。现在还在不在？现在没了。燕子，邹杰，你回头再说，你下来不行吗？芝啊，你那天看见了，为什么不拿走呢？我是想着回头跟燕子他们先谈一谈，然后再拿回来。哭什么哭啊？东西去哪儿了？燕子，你们把嫂子的东西放哪儿了？我们没拿。你要不说实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再让他好好看看，说不定在箱子里面呢。芝啊，那你再找找呗。就前天，确实在他们枕头下边。你再让他好好看看。那你就再看看。小芝，箱子里面有吗？手镯是在盒子里呢。我真的搞不清楚，手镯怎么又回来了？肯定是燕子他们偷偷放回来的。你别讲了，当时也怪我太不冷静了，我应该先让你看一眼东西在不在。你好。哎，好。师傅，哎，等等我啊！师傅。郑主任，哎，黄科长，徐船长又来人了解陈桥同志，我让他们先走了，他们说过几天还会来，怎么办？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总工会，请找一下陈桥。你约着在这儿见面啊？你特有接头似的。我不想让人看见咱俩现在还在一起。今天约你出来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向组织上说出真相。为什么？我既然知道真相了，我就必须得说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是因为我相信你。我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？因为咱们俩的关系不一样。陈桥同志，你就不应该告诉我。你既然告诉我了，我必须得向党组织汇报，因为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揭发我？
告诉你，就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你好自为之吧。